用声音写下历史。4万年前寒风之中，欧亚大陆骨头吹动，第一个声音不是歌，却让部落彼此相通。狩猎之前呼吸成节奏，山谷回音连接生命的脉搏。音乐诞生在自然之中，声音就是生存的理由。河畔3000年前，古埃及的琴弦发光，神与王在乐声之间，音乐成为神圣的桥梁。祭典之中节奏稳定，抒情流动如时间延伸。声音不只是娱乐的光，是信仰与权力的象征。1200年前，古希腊的弦音出现，诗人吟唱着人思辨，里拉琴伴随理性的语言，音乐与知识一起诞生，节奏成为思绪的象征，在剧场与学院之间，旋律开始建构文明。华夏大地2000年前，山水之间一张古琴，不是为了让世界听见，而是让心慢慢安静。指尖滑动，时间变慢，声音回到生命的原点。音乐成为修行的路，天地与人合而为一。声音带着人类走过文明的轨道，每一段历史都有一种韵调，每一句worship都是文化的记忆。18世纪有多少人是将琴开始改变音乐形式，黑白键上字句建立旋律，和声精准控制，作曲家用声音书写，让情感变得可以理解。音乐进入理性的世界，艺术开始被完整表现。19世纪欧洲街头，吉他声音开始流动，从宫廷走向人群之中，音乐变得自由而温柔。在西班牙与拉丁土地，节奏带着情感前进，简单的线说着故事，每一段都是人生的声音。城市只是了，在夜里开始萨克斯风自由呼吸，旋律不再被规则限制，节奏摇摆，激情流动，每一个音都是当下的冲动，音乐变成个人的声音，灵魂在音符之中跳动。1950电流出现，美国与英国声音改变，电吉他想突破界限，音乐成为力量的语言，节奏强烈，情绪爆发，舞台之上世界震
开始声音进入数位的形式，合成器创造新的世界，音乐不再受限于现实。从欧洲到全球城市，电子节奏连接彼此，未来的声音正在诞生，每个人都是创作者。从谷底到电子的光，声音带我们一路成长。不同时代，不同地方，却用音乐彼此连接了起，不只是工具，而是文明的证明。每一段声音的历史，都是人类的生命。下一段旋律正在世界